国际新闻来看，洛西亚远东地区伫昨早起发生规模7个大地震，说来又阁有2座火山喷发，因为伫正阳的附近有大型的海军基地目前是阁还无传出灾情。另外，伫土耳其西南部热浪的旅游胜地挖近爱琴海的一个砖头，昨火灾有43栋厝拢毁掉，阁有20来个人受伤送病院。 厨房内底物件开始大来害大来摇。18早起拄啊过7点，洛西亚远东地区勘察加半岛发生规模7个地震。Эпицентр землетрясения находился в акватории Тихого океана в 108 километрах юго-восточнее 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-Камчатского городского округа. В отдельных районах Камчатского края это 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-Камчатский, Вилючинский городские округа. 地震发生了后，勘察者甲千岛群岛北部的黄岩岛有2座火山喷发，火山khu称到5公里悬，当局也捌针对空中交通发布警报。 彼得罗巴夫洛夫斯克市是一个人口超过18.1万的港市，4颗位有火山围绕。甲洛西亚一个重要的藏水艇基地过一个晚上对看，真侪专家认为，这摆地震可能是勘察者半岛东南部发生更加强烈地震的兆头。伫土耳其西部位伫悬悬山堡，风景真好的砖头因为野火侵蚀，天堂梦幻的景象变做地价。过去几天，土耳其第3大人口爱琴海城市伊兹密尔4颗位的森林山坎 发生大火，厝建筑烧了了，农庄内的特生死亡。Benim 12 tane koyunum vardı işte. Küçük baş şeyler vardı, tavuklarım vardı. Onlar yandı. Köpekler vardı, köpeklerim yandı. Bunlar yani. 当局表示，野火伫强风的助长之下，小时间真歹拍花，即马大部分已经控制，也毋过拍火工作继续。这是土耳其今年热天以来上大的一场野火，对了土地也阁有大范围的草根仔树花园，甲芳香焚烧了了。公司新闻黄伟林编译。